各位兄弟平安，今仔日是7月初8，又搁到拜四的时间，望上帝来帮助咱，互咱会当继续伫上帝话来定睛，互咱会当时常将上帝话放伫咱的心内。咱今仔所要读的经节，伫歌罗西第2章第1节到第5节。歌罗西书第2章第1节到第5节，这是伫新约这个保罗先生所写的书信的内面。歌罗西第2章第1节到第5节，若有咱请咱掀开圣经来读，若是无请咱来听牧师伫遮来讲一段圣经。歌罗西书第2章第1节到第5节，因为我爱恁知，我为着恁甲遐个住伫老底嘉的以及见若伫肉体袂捌见着我的面的，有怎样精进，通互因的心受安慰，伫仁爱相结连，对充满的晓悟得到一切的富有，来深知上帝的奥妙，就是基督。见若智慧甲财物的宝贝，拢藏伫伊。我讲安尼，免得人用技巧的话来迷惑恁，因为我肉体离开恁，神甲恁伫地，欢喜看见恁的整齐，以及恁信靠基督的坚固。阿们，愿上帝祝福听伊话的人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今仔所看的这个歌罗西书，是这个保罗先生伊所写的一个书信。特别保罗先生写这个歌罗西书的时，是关伫假日的时，伫遐来写这个批。总是歌罗西的人，因伫迄个所在，因伫遐来看见保罗先生所写的批。当然，保罗无法度亲身伫迄个所在甲因做教师，总是保罗先生伫迄个所在写批去的时，互遮个人来读的时，互因敢若亲像保罗甲因三角伫地。所以保罗伊安尼来描写讲，因为我肉体离开恁，神甲恁伫地，欢喜看见恁的整齐，以及恁信靠基督的坚定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保罗先生伊是一个真好的教师，伊是一个真好的牧者。伊看顾伊所设立的遮个正教会，甚至伊来坚定，透过伊所写的批信来坚定伫迄时初代的教会。总是咱顶摆咱有讲着讲，初代教会有真侪的问题，包括哥林多教会嘛有真侪人伫迄个所在来伫遐有混乱，所以保罗先生真爱用即个伊的书信来去遐来教示遮个教会众人，互因通知真实的信仰是啥物。所以保罗先生伫即个所在，遐甲因讲着一句话，讲所有的智慧甲财物，拢是伫基督的内面。所以对保罗先生来讲，伊讲遮所有一切的奥妙，伊讲伫充满晓悟一切富有来承载上帝奥妙，就是基督。所以讲见若智慧甲财物的宝贝拢藏伫伊。所以亲爱兄弟姊妹，保罗先生伊所讲的福音是掠基督做中心，毋是掠别项来做中心。毋是掠其他的物件，也是教示教训，也是你着爱遵守啥物来做中心。保罗先生所讲的福音是掠耶稣基督来做中心，所以耶稣基督才是上帝奥妙的奥妙，耶稣基督才是一切智慧甲财物的宝贝。所以亲爱兄弟姊妹，有当时咱读圣经，有当时咱祈祷，有当时咱来到教会来敬拜上帝，总是咱是毋是有掠耶稣基督来做咱信仰的中心？有当时咱会去遵守一寡人的教示，有当时咱会去遵守一寡人的话，总是咱无去遵守伫主耶稣正做咱信仰的中心。所以有人安尼讲，欠菜佛教因无一定爱即个因即个佛像，也是讲即个民间的信仰，因嘛无一定爱有遮个。即个神明真正有伫迄个所在，欠菜因还佫会当继续伫遐来跑走。总是若是基督教就毋是安尼，基督教若离开耶稣，一切就是拢是空空。所以望上帝来帮助咱，互咱深知咱的信仰的中心是基督，毋是其他的物件，毋是咱有夸口咱家己偌敖，毋是甲咱夸口咱家己偌厉害。真正的信仰的中心是耶稣基督。
所以伫即个所在，直接来讲，所有一切不有上帝奥妙，拢是伫基督的内面。智慧财物的宝贝，拢藏伫伊。所以，望上帝来帮助咱。基督才是咱的信仰的中心，毋是其他的物件，也毋是咱夸口人，夸口讲即个牧者，也是即个老师真够教，也毋是讲咱爱遵守啥物款的律法。所有的宝贝，拢伫基督的内面。望上帝来帮助咱平安。